過去開真濟人力時間去巡查，不過佇台南成立無人機台南隊以後，已經大大改觀。結合產官學研跨局處運用佇救災救援、空中執法、生態監測以及科技防疫等將近6冬以來，不只保護第一線同仁的安全，工作效率嘛大大提升。那露天的時候，我們知道它常常就是我們聞到味道，那不知道在哪裡，那我們需要靠我們這個無人機來去做定點的這個蒐證，然後還有一些工廠的一些空污啊、排放啊，那我們後續也會進階搭載這個微感器跟那個所謂的紅外線，然後去做夜間的蒐證。台南市是非常早就成立了無人機隊，因此呢，在這些市政的這個部分，我們陸陸續續希望有更多的無人機能夠取代，或者是說增加人力的效率。那這部分我們會持續努力。無人機的應用不只展現台南推動智慧城市的決心，嘛讓這座文化古都注入滿滿的科技豐富力，甚至現在閣看準東歐佇無人機 AI 加智慧機器人領域的需求，所以市長委託更將台灣堅強的智慧製造加關鍵零組件的實力，對接波蘭的市場，率領產業聯合團隊加哥譚斯克市正式簽署友好交流合作。波蘭在烏克蘭隔壁，在烏俄戰爭中間，很多的一些無人機，還有包括它的一些實戰的經驗，都有是非常珍貴寶貴的。比起紙上談兵來講，在實戰中，在戰場上才能見真章。所以呢，很多波蘭業者的寶貴經驗也都可以跟我們交流。台南甲波蘭的強強聯手，不只將無人機推動城市治理，更邁向新的里程碑。未來無人機的應用持續擴大，嘛將成為全方位治理城市的智慧科技利器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